企業傾自費電視法定文件，隨時會帶來嚴重後果。有幾重要啊？好重要！成績年路運4環保。呢份就係 Trip Ticket，呢行業都需要。即係話唔跟會有問題。係啊，違規會有重罰，我哋會提供 Trip Ticket 確保你安全。原來咁，幾時可以開始？文件齊就可以。